舊時油麻地戲院有班電影鬼，係黑白片時代嘅老演員陰魂不散。每晚銀幕會自動放映殘片，將觀眾變做臨時演員，仲識得將炮谷變閃退，可樂變蓮藕水。灰道禪師拎住底雞蛋仔行過廟街，聞到戲院傳出菲林燒焦味，佢將雞蛋仔掰開成星星狀，撒在售票處，成個八卦陣。電影鬼最驚雞蛋香，即刻將銀幕變成大鬧廣昌隆，想嚇走禪師。禪師盤膝坐喺放映機前，將雞蛋仔拋向銀幕，各位大佬姐，新時代要食新零食啊！雞蛋仔黐住菲林，突然播出歡樂今宵片段。禪師超度老演員後，立下戲院新規，午夜長播6組壇經，舊菲林用茉莉花茶清洗，殘片焚化不可亂形。從此戲院變得靈異又吉祥，有人話見過李小龍幫手趕小流民，地下室掛住雞蛋仔銅牌，演員摸銅牌話容易入戲。